各位晚上好，歡迎收睇正在直播嘅中山新聞。先嚟睇新聞提要。12月15號，市委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認真落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紮實謀劃做好明年經濟工作。詳細內容：12月15號，市委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黨外人士座談會上嘅重要講話，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以及省委常委會會議精神，研究中山貫徹落實意見。市委書記郭文海主持會議。會議強調，習近平總書記嘅重要講話係做好當前同今後一個時期經濟工作嘅根本遵循，為確保15.5開好局、起好步提供咗科學指引。全市上下要認真學習領會，深刻理解把握黨中央對經濟形勢嘅科學判斷，深刻理解把握明年工作嘅總體要求、政策取向同重點任務，切實將思想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嚟，認真落實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確保15.5開好局、起好步。要科學謀劃好明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全面推進系統性集成式改革，大膽試、大膽闖，不斷激發高質量發展嘅動力活力。堅持內需主導，深度參與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深入實施提振消費專項行動，着力穩就業、穩企業、穩市場、穩預期，加快打造創新之城、人才種地，堅持引育並舉，加快高端人才同創新資源喺中山集聚，高質量做好城市更新工作，促進城市內涵式發展，持續增進民生福祉。要緊跟大局大勢，謀劃一批具有戰略性、帶動性、支撐性嘅重大項目，提高項目謀劃嘅成熟度，力爭更多項目納入國家同省規劃盤子。要堅持一手揸安全、一手揸發展，緊盯草莓音樂節、元旦春節等重要活動關鍵節點，深入開展安全隱患排查整治，紮實做好安全生產、消防安全、社會穩定等工作，全力守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同社會大局穩定。會議仲研究咗其他事項。本台記者吳耀華報道。12月15號，市委常委會召開擴大會議，召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議、市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會議，聽取深中6個一體化工作情況彙報，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市委書記郭文海主持會議。會上，市發改、自然資源、工信、交通、科技、政法、教體、衛健、文旅、政數、社工等部門同火炬高新區、翠亨新區依次匯報深中一體化推進情況，提出下一步工作思路，與會領導結合分管工作，提出意見建議。會議強調，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促進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嘅重要指示精神，認真落實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堅決扛起政治責任、使命擔當，搶揸歷史性機遇，以更高站位、更高標準、更主動作為，全力推動深中一體化，努力喺珠江口東西兩岸融合發展上走在前、作表率，為珠三角深度一體化探索更多實踐經驗。要推動深中一體化向更深層次、更寬領域拓展，喺持續提升規劃、營商環境、產業、交通、創新、公共服務同社會治理6個一體化質效嘅基礎上，聚焦金融、教育、衛健、文旅、民生等重點領域，推動深中一體化向重心發展，不斷增創新優勢，實現新突破。要進一步研究深化深中經濟合作區共建共享機制，加強同深圳重點產業鏈協同分工，逐步形成深圳總部加中山基地、深圳聯主加中山配套、深圳研發加中山轉化嘅區域合作格局。要優化完善跨珠江口海陸空鐵綜合立體交通體系，全力爭取深南中城際納規建設，針對產業人才等重點群體，研究制定跨市通勤補貼政策，促進人員、貨物等要素高效便捷流動。要加快實現創新資源共享共用，
動，探索構建多層次、多維度合作機制，借助深圳創新平台、技術、服務賦能中山製造，引導深圳風投機構投資中山種子期、初創期科技企業，要加快實現公共服務同社會治理有機融合，聚焦兩地居民關切嘅民生問題，積極推動教育、醫療、住房等關鍵領域率先突破，強化跨區域生態環境、公共衛生安全等協同治理，探索更多大灣區民生融合新路徑。要加強組織領導，成立由分管市領導牽頭嘅工作專班，深化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謀劃，明晰明年同15時期目標任務，細化時間表、施工圖，一步一個腳印，揸好落實。本台記者吳耀華報道。喺粵港澳大灣區嘅綠色福地，一個客家古村落正悄然蝶變。3年嚟，五桂山街道桂南村以8千萬工程為契機，從產業薄弱、動力不足嘅困境中突圍，行出咗條生態賦能、民類融合嘅振興之路。本期中山村書記談8千萬工程，讓我哋走入桂南村，一齊感受呢場由內而外嘅鄉村換新，聆聽綠水青山間嘅蝶變故事。大家好，我是五桂山街道桂南村党委书记谢家和。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桂南人，能够在100千万工程的东风里，为这座藏在湾区绿谷的客家古村落注入新活力，我感到无比荣幸，也深知肩上责任重大。3年前，在产业薄弱、生态价值未能充分释放、乡村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下，我们凭借客家人骨子里敢厂敢市的劲头，锚定强产业、美环境、聚人才、活文化4大目标，一步一个脚印，努力打破发展的瓶颈。产业是乡村的兴旺引擎，我们啃下了低效工业园改造这块硬骨头，让60亩旧园区变身智能制造高地，村集体租金实现翻倍，文旅融合的路子越走越宽。整村成功创建为国家3A级旅游景区，成立强村公司，打响桂南学村园学品牌，特色生态乡村旅游。园学游年接待游客超40万人次，为村集体增收约70万元，带动村民增收超200万元。130亩闲置土地被盘活，园学基地、马术场、生态餐厅纷纷入驻。昔日的闲置农房，如今变得一房难求，村民收入稳步增长，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了大家口袋里的金山银山。生态是乡村的宜居底色，我们没有坐等靠要，而是创新4个1点的出资模式，以绣花功夫雕琢家园，累计投入约3400万元，实施24项美丽乡村工程，以奇溪样板破题，带动全域共225栋农房风貌焕然一新。我们种下超4600棵树，更新管护绿化超1.4万平方米。沙沿河两岸成了亮丽的景观带，香樟公园、生态慢行道成了大家休闲散步的好去处。人才是乡村的发展支撑，我们依托优越的生态环境，吸引了近100名高素质的新村民来此扎根。构建1+3人才体系，打造奇溪创股创业平台，吸引了50个跨界创业团队入驻，带来了新理念，培育了新业态，带动了160人就业，年营收超过800万元。如今，老村民守护着乡愁根脉，新村民注入了创新活力，桂南村人气越来越旺，生机勃勃。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根基。我们不仅守护着传承百口莲山歌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注重用艺术滋养乡村。我们把整村打造成一个开放式的儿童美术馆，举办儿童艺术双联展，让童真艺术点亮乡村生活。同时，积极打造乡樟书屋等新文化空间，举办金氏大地音乐会、生态市集、公益课堂等活动约288场。吸引新老村民超2万人次参与，成功塑造了桂南村独特的文化名片。未来，桂南村将全力打造湾区未来乡村幸福样板。
我們將同心協力，深耕產業，呵護家園，傳承文脈，吸引更多人來桂蘭，留桂蘭，愛桂蘭，讓集體更富裕，讓生活更美好，共同繪就這片日土的幸福畫卷。12月16號清晨，全國第12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9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中山賽區送行儀式簡約而溫馨咁舉行。工作人員同志願者們齊聚一堂，為即將返程嘅特奧運動員送別，用暖心嘅祝福為本次中山賽區賽事畫上圓滿句號。中山賽區承辦嘅特奧舉重、特奧滾球、特奧輪滑、特奧田徑4項賽事，已喺12月14號順利落幕。賽事期間，嚟自全國各地嘅特奧運動員喺中山揮灑汗水，追逐夢想，展現咗堅韌不拔嘅體育精神。而賽場內外嘅志願服務以及全方位嘅賽事保障，更讓呢場盛會充滿溫情同力量。據了解，本次殘特奧會中山賽區，中山共組織咗嚟自5所高校嘅800幾名賽會志願者參與賽事嘅志願服務工作。嚟自廣東藥科大學嘅學生歐陽一凡係志願者之一。佢回憶話：喺賽事第4日，中山氣溫下降，佢哋注意到一位運動員衣着單薄，想為佢增添外套嘅時候，卻遭到咗拒絕。而呢次嘅經歷，恰恰讓佢學識咗點樣精準捕捉服務對象嘅需求。跟他溝通才了解到，他是不希望我們也着涼的嘛。然後我們了解到這個想法之後，就十分尊重他的意願。後面呢，我們通過和席上面他那個教練員互動，就成功能取到他們的外套。因此我才意識到，就是細緻的場地觀察，然後還有充分的耐心以及對運動員的尊重，才能真正幫助到他們。喺後方工作人員嘅溫情護航下，作為主場作戰嘅隊伍，中山小將們喺特奧輪滑項目中展現出頑強鬥志。年僅10歲嘅喬陽正係本次中山參賽選手中嘅一位，首次企上全國殘特奧會賽場就取得咗2枚金牌嘅好成績。是不是你拿了多少獎牌啊？有2個。這次比賽我有新朋友，很興奮。中山選手們喺賽場上嘅成長同突破，離唔開完善嘅賽事保障同背後嘅支持力量。除咗後勤保障外，中山4個比賽場館均按照簡約、安全、精彩嘅辦賽要求進行升級改造。所有場館均設置咗完善嘅無障礙通道、無障礙衛生間等設施，並配備咗專業嘅醫療保障團隊，確保運動員嘅安全同健康。中山市殘疾人聯合會相關負責人表示，本次賽事嘅圓滿舉辦係中山長達1年幾精心籌備嘅成果，更彰顯咗博愛之城嘅文明厚道。為了最大力度保障好來自全國各地參加我們殘特奧會的運動員，我們努力的用心周到的服務，營造好一個安心、開心、舒心的環境。比如為本月生日的運動員在駐地酒店舉辦了慶生活動，每個參與其中的工作人員都不計回報，真誠對待。賽事期間，多個參賽代表團向中山賽區贈送錦旗同感謝信，稱讚賽事安排嘅精細同服務嘅熱情。唔少運動員、裁判員、技術官員及隨隊家屬亦紛紛通過短信平台留言等，點讚中山賽區嘅志願服務。杜宇介紹，賽事有力帶動咗中山無障礙環境建設水平嘅整體提升，相關場館設施嘅可持續利用，亦將長期惠及廣大市民，並持續為中山嘅殘疾人事業發展注入動力。殘特奧會的舉辦，無疑對我們特殊孩子的家長、對特殊青少年朋友乃至全社會的影響，都是積極向上的。未來我們中山發展特奧體育事業方面將會更有信心、更有經驗，也會做得更好。本台記者梁景文、余德權報道。今晚嘅中山新聞就到呢度，稍後仲有城市嘅零距離。